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。今晡日呢，要同大家共下运动啊，还有俺的地仙老师。好，人家大家共下来运动。玉梅老师呢，也下带本大家马街动作。好，做些人呢，大家然后动容易弯腰驼背。好，安尼可以人模精神，好，希望呢唔会畅通。故说呢，玉梅老师呢，带地仙老师共下来做一样的呢，保护人的脊椎个背部，一样的保持抬头挺胸哈，吃到动有精神。好，人体呢，通常呢脚打开来，好，打开来激发的呢，你知道个气灯脏，好，气都要慢慢的透气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做3道透气，哈，慢慢的知道讲，好，感觉亚力用的脚呢，好，踏稳在这个大地上，你知道讲，懂安全，懂安稳，个也两个肩头打开来，胸脯打开来，好，慢慢的吸气的时候呢，手打开来，慢慢的向两片，好，向两片呢，一下你就知道讲，有人来牙右手，有人来牙左手，都右片都左片。好，慢慢的吐气向右片，好，慢慢的向右片哦，慢慢的向右片，好，右手板凳那个右脚，好，左手向到呀，好，来存那个左片的肌肉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向到呀，延伸，好，停到呀，停到呀，慢慢的透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数右数。慢慢的还原，上来，好，吐气打开来，好，go弯片了，向左片，好，然后玉梅老师呢，过来说明哈，一样的做那个地仙老师，好来做说明，好，要做数扶的那个右手哈，身体冇外贴，好，要慢慢的吐气，因为人家片要调线迄肝胆经呢。好，要侧边的那个肝经跟胆经哈，行的所在。假使讲一片的肌肉哈，很无生发、无灵活的话，那个安尼胸脯啊，嗰个肌肉还有背部哈，就会被挤压收缩。故说老那个脊椎来开了，好，慢慢吸气，还原，向当空，左手向上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来行去了，来行去了呢。从那个任脉、督脉、任督二脉，好，整个来开了，然后脊椎个安尼脊椎有嘛哈，那个安尼一节一节的、一幕一幕的来起来，唔好安尼被挤压，那被挤压去就会长骨刺咩？那安尼来开来，来松来，好，慢慢的吐气打开来，好，不用强松，放松转来，好，然后呢，地仙老师转过身。好，那做扩胸的动作，那背部哈，好像日本乡亲朋友，那个背囊哈，拱背、驼背的时候，驼背的时候哈，比方讲，那背囊是圆圆的，好，驼背的时候背囊圆圆。我说，那个脸部的皱纹哈，带到背部，那一烂的扩胸，老爷背囊贵也有嘛哈，你看呀，也有一条线，一条沟，好，那保持安尼扩胸。好，转过身过来。好，你假使讲两个背囊来可以，你看下哈，人家最重要的个安尼膻中穴，好，做迄个安尼胸脯的正中点呀哈，迄影响安尼免疫系统的最重要的点。好，嗰时要打开来，用哪个方法呢？瑜伽有哪个方法好帮助？好，也下扩胸，好，地仙老师来，呀，10个手指头交叉。好，10只手指头交叉扩胸，好，背扣，好，各位呢，吐气的时候向前90度，向右片，好，向右片，好，那按的时候呢，也不能够打开了，要调脊椎就来开了，好，向过来，向这边，好，按你向哈，向前面看起来，那肩头要给打开来，肩头尽量打开来。好，脚往前，2个脚踩，向前站，向侧边站，站好，对，好，向安尼，乡亲朋友，你接做安尼动作，
你就挺多呀，佢會嚟佢，人家下波一條膀胱經，一條頸條會嚟佢啦，一條頸條會嚟佢啦，嗰個胸脯會打開來，一隻動作係人家瑜伽喜馬拉雅傳承呀，動衝腰，動經典的動作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還原正身。好，該多啊，玉美老師向下做啊，哈，好，吸氣的時候擴胸，好，胸脯打開來，知道呀，胸脯會被打開嘅，好，安尼你就唔會彎腰駝背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從呀熟悉的地方，慢慢的向前，安尼，挺多呀，向前朋友有看到嘛？安尼呢，那個師傅啦、腳頸頭啊，全部都嚟開來嘅。好，挺多呀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你講安尼法，你講安尼就彎腰駝背咩？好，各位聽一隻動作，膝蓋微彎。好，慢慢的數，吸氣，向前面，安尼。挺多呀。好，地线老師停留哦。好，玉美老師放起來。好，順面。好，鄉親朋友，玉美老師同大家講哈，那個樹哈向呀前面，當然哈，鄉親朋友會知道講，哎呀，我樹按痕，總係做得變我呀，唔怕哦，安尼呢可以開到呀肩頭，好，那你吐氣的時候，變下來，好，慢慢吸氣，準備還原咯，好，膝蓋微彎，手放鬆，好，樹變下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一節脊椎回來。好，慢慢的哦，放起來去要小心啦哈，做唔得呀頭拿先放起來，身體先放起來，好，頭拿張慢慢的這樣放起來。故說一隻動作呢，鄉親朋友，玉美老師剛說明一次哈，轉身啦，特別哈，我駝背安尼，胸我安尼含胸。故說要做擴胸的動作，呢，有手往後護口，好，手邊個後背挺手，好。按你方法，按你們做得啦，你去那行路啊，哈，行路，好，按冇做按呢，手肘，按呢，按你們做得，老那個按呢胸脯打開來，按你們去擋後的動作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再來，看到哈，鄉親朋友大家看地線老師哈，按呢，有冇一背囊一節的呀，全部做完。你看哈，有冇卡人？人家是講係呀，安尼背囊嘅脊椎哈，安尼係動作做完的話，一條的話，表示人嘅背部彈性、肌肉彈性的活化，唔會緊繃哈，唔會駝背。好，慢慢吐氣還原。好，還有一個姿勢，很多貓式咩位有嘛？好，來請地線老師做貓式示範，頭朝這邊，腳朝這邊。跟咩位有看到？跟看到咩位純難見呐？好，鄉親朋友看到有冇卡係有胸咩位嘅位嘛？叫我純難見。好，嗰時候第一呢，呀臀部師傅嗰隻腳成一直線，好，腳背不用平來。嗰手呢，呀肩頭嗰手掌成一直線，好，然後看咩位樣嚟做純難見啦，哈。好，吐氣的時候從呀尾骶骨向下拱背。好，那個脊椎有嘛？鄉親朋友，那脊椎一節安尼，好，一下老嘅背囊哈，規個拱起來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一下背囊下去，一節下去，有嘛？好，個慢慢的拱背，吐氣，一節的，鄉親朋友。按你意思呢？哈，就係老那個按你脊椎有嘛？哈，一節做按你脊椎啊，哈，一節來開來，按你們唔會長骨刺，好，各位老按那個活化按你背部細胞，唔會彎腰駝背，好，吸氣過來，上來，好，擴胸，有嘛？一下係按你拱起來，一下係立落去。好，做一個拱起來，一個納落去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它都是數上來。鄉親朋友，注意有冇卡個咩位有嘛？哈，然後咩位講嘅按照貓式，好，貓式，好，慢慢吐氣，上下來，開放起來，
好，该多啊哈，乡亲朋友看到哈，慢慢的吸气。好，也没有事呢哈，迄对那个脊椎哈非常哈，玉米老师讲3度非常好，因为当冲要讲3度啊哈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回正哦。啊，你可以做变化式啊哈，还有做瑜伽哈，你那次都按的太简单的话，膝盖并起来。好，吸气抬右脚，抬头。好，也还你是从呀脊椎来到呀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膝盖碰额头，拱背，有冇？也不会让喊开沉。好，大家都吸气，延伸。好，大家都吐气，拱背。好，换边，吸气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乡亲朋友，也还对那个胸部哈，个扩胸、背部按摩等后的通照。好，玉美老师呢，也还好吸气，好回正。玉美老师呢，也还多做一个通照哈，也亮3年。最后呢，我突然想到讲，亮3年的时候，不用了呀。也喺外头哈做瑜伽哈，喺身体哈动神法的时候啊，可以做动作的变化式哈。好，也给安尼抬头挺胸哈，背部按摩的嘅运动呢，做到呀。记得啦，同样乌卡寂寞的好朋友，好做抬头挺胸、背部按摩哈，提升免疫系统的动作，这些猫式啊，够侧身展。好，安姿势。